看到别人的囡仔去互拐走去，做爸母的是心惊惊，都惊家己的囡仔嘛拄着同款的代志。有调查来发现，爸母若伫囡仔的身边，这个囡仔互拐走的风险会降低63%。提醒乡亲，上好是莫带囡仔到人真多的所在，咱的视线嘛袂当离开囡仔。牵囡仔的时阵，上好是牵囡仔的手骨，莫牵伊的手，安尼较袂牵手牵甲手落去，囡仔碰进去。囡仔坐伫车顶面，有一个查某人雄雄行过来，就想要将这个囡仔甲抱去。加在点早顿，这个老母警觉性有够悬，随发现到，趁家长伫点早顿的时，直接行过来将囡仔要抱去。这是进前发生伫台中的案件，连读国小学生囡仔嘛发生过类似公然互人拐去的案例，提醒乡亲爱注意。妈妈可能在。爸爸在滑手机，也就照顾者他在专心的采买东西，或者是在做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孩子反而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大人若一直看手机，也是分心买物件的时，囡仔就顾袂着。上接发生诱拐地点，大部分是人较侪公共场所，像讲卖场、广场，还是公园等等。伫中国嘛捌发生阿嬷专门去找袂晓讲话的囡仔，公然就将人牵去。那你若带囡仔出门，要安怎防范较好？国外发现说，如果陪伴在侧，减少63% 的伤害，所以你不应该是滑手机。你如果在采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应该把婴儿手推车放在你的前端。那日本是要求幼教老师一定要牵手腕，不可以牵手掌，因为手掌容易挣脱。除了陪伫囡仔身躯边啊，囡仔走去倒位爱看会到以外，车啊嘛爱放伫目睭看会到的所在。牵囡仔尽量牵手目，加1分的注意，就会使减1分的风险。